过来是台北市长的选战，来看卫福部长许瑞元顶礼拜四的深夜，带着指挥中心的团队到陈时中的竞选总部，结果去互质疑是去帮陈时中要题目，他来应付着辩论会。蒋万安批评讲，这指挥中心根本就是已经变做陈时中的幕僚了。黄珊珊嘛讲伊真好奇，讲这个许瑞元去拜访陈时中了后，高端突然间就来公布卖疫苗予疾管署的绩效，毋是讲这爱封存30年，是真悬的机密，为什么即摆会当公布啊？陈时中这边是来回击讲，这个朋友之间一通电话就会当来联络，根本无必要甲人找来讨论。讲国民党是毋是还阁活伫个古早的时代？提剃头、化冻蒜，无当着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，下早来到中山区文昌宫拜拜。伊嘛是3阵营内底，今仔日伫台北有公开现场的候选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蒋万安。市场扫街，甲民众博感情，镜头来到家人安乐市场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，跨县市来和共党籍家人市长候选人邵国良做拜票。民进党就会对手陈时中是关起来准备辩论。蒋万安、黄珊珊若继续伫咧有票，嘛甲民进党勒甲无一点好。到底是当陈时中的选举幕僚吗？是当指挥官还是当幕僚？真的是突破了民进党不断的创造的下限，而且也完全超乎人民的想象。他们想解套很久了，他们拜访完之后，高端就突然间公布价格了，这个我比较觉得好奇。这个东西不是要封存30年，而且是高度机密的吗？针对顶个月底，卫福部长许瑞元半暝走去陈时中的竞总，听伊讲是为了替陈时中辩论猜题，南北两边拢伫咧改革。国民党是活在石器时代吗？辩论的猜题根本没有必要把人找来才能够讨论。到时候国民党都不知道，就算选举也不要选到没朋友。真无客气的回呛，首都之前哪来哪热烈，紧张的气氛和民众拢看个真美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